喉嚨痛連吞口水都痛，最焦慮通常係我需唔需要抗生素呢？但係 GP 又約唔到喎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集講英格蘭嘅 NHS Pharmacy First 急性喉嚨痛。Pharmacy First 簡單嚟講就係去到有提供服務嘅社區藥房，藥劑師會跟 NHS 指引做評估，睇下你可以喺藥房處理，要轉介 GP 111定係要即刻去急症室。咁咩情況下藥劑師先可以提供抗生素呢？你記住3句就得啦：合資格、細菌率高同埋冇紅旗。合資格係你要喺服務嘅年齡範圍內，症狀屬於急性，而且唔係高風險或者複雜嘅個案，例如係免疫力低啊、情況唔典型等，通常會轉介。細菌率高就係藥劑師會按照指引問你幾個關鍵症狀，例如有冇發燒、扁桃腺有冇膿點、頸部淋巴有冇腫痛同埋有冇咳等，去判斷值唔值得用抗生素。冇紅旗就係如果出現危險信號，就唔會喺藥房處理，會升級求醫。紅旗位包括呼吸困難、吞唔到水、流口水、聲音明顯改變、單邊腫痛好嚴重、持續高燒越嚟越差，呢啲就唔好拖啦，建議用111分流或者求醫，緊急就999啦。至於喉嚨痛去藥房買咩成藥去舒緩呢？我會留返喺英國感冒藥點揀喉嚨痛嗰集再詳細講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